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也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今仔日咱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抗疫的第一线吼。那么咱知影伫这个肺炎的这个疫情当中吼。徛伫咱抗疫的这个第一线吼，是咱区公所啦吼。那么伫这当中呢吼，那么发生足侪这个小故事。咱今仔日呢，要来甲咱讲这个主题吼。那么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请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来，我喊1、2、3开动哦！1、2、3开动。一声开动，每个市长5月12号中昼再度含着参加安心就工计划的人，伫新营明治市政中心做伙食豆菜面，亲自向这协助防疫工作的同仁讲一声多谢。咱今日搁伫新营这市长来，甲这安心上工的伙伴来食豆菜面。当然，因为是市长的安排呢，到各现场现场看到，真的在第一线的伙伴真的忙翻的，所以特别去交代，我来去甲争取中央的技术上工的职缺，所以这样的启动，在5月7日已经又争取到161位。我还有一批第3梯5月8号需求调查完成，也增加了250几位。其实今天这个简单的参会是为了表示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表示欢迎各位加入台南市政府的团队，来为我们市民朋友们服务。第二件事情也是要恭喜各位刚加入就碰到纾困方案所以说会很忙。各位的支持第一线的防疫，不管是在这个公所里面，或是在卫生局里面，通通都是可以说为市民的这个健康来把关，来这个帮忙我们整体的防疫工作。我一直也向大家来讲，希望因伫这段时间，会当甲市政府的优点讲互市民知影，缺点讲互伊知。伫防疫的这条路上，老化家己的记忆和影者共同来守护台南。希望各位在这段时间，一方面了解公务机关的运作，一方面也能够这个发掘整个运作的这个需要改善的地方，把优点告诉市民，把缺点告诉我们。希望说各位这段时间能够一方面帮忙市民，一方面能够自己能够有所收获。咱知影吼，就从这个新冠性病毒发生到即马大概是半冬的这个时间啦吼。那么咱中央的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呢，每一天针对着这个疫情呢来发布一寡这因应的这个措施。那么咱市政府嘛针对这个疫情的这个措施来因应徛伫第一线，这是咱这个区公所的这个人员咱看到这个区公所的这个人员，因为这个疫情因此非常的辛苦啦不管是这个疫情。这个当中，或者是讲纾困，或者是讲咱即卖这个振兴方案对因来讲每一个业务拢非常的无用。伫这个当中这区公所因嘛伫这个当中接受到这个民众的这个案件真侪伫这个当中发生真侪这个小故事啦有苦有乐啦那么咱今日邀请到区公所这区长咧来甲咱分享伫这个当中发生的一寡小故事那么这3位这个区长，第一位是咱东区区长陈胜男区长，区长你好。你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区区长陈胜男。是，第2位是咱南区的区长蔡秀琴区长。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区区长蔡秀琴。第3位是咱永康区区长张瑞敏区长。各位敬爱市民，大家好，我是永康区长张瑞敏。那么咱知影伫这个疫情的这个当中咱区长家还有咱区公所这人员的面对着咱民众上介济啦那么伫这个当中，咱因应着咱中央的这个政策，还有咱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咱区长家咱区公所家必须要面对咱的民众那么伫这当中，咱区长咱伫遮为民服务咱是毋是来讲一寡这个内容？好，各位市民朋友
我还记新冠肺炎家哦，大概是从今年的农历年，农历年的时候，迄阵大家拢放假期间，都都去接到相关的信息。虽然是过年了，但是市长包括民政局长哦，大家整个市政府团队里面都启动防疫的制度啦。尤其是伫咱区公所部分啊，那区公所部分，我们就针对在居家检疫这个部分呢，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知影讲，咱将是目前的武汉肺炎内面，甲在目前的是都还是境外移入的居多啦。那当然，主角于境外，这不管是登革热还是新冠肺炎，都是一个防治的标杆啦。所以说在居家检疫这个区块里面，我们区公所都占了蛮大部分的责任，尤其是我们的李干事跟李的部分哈，我们占了蛮大责任啊。所以说今天的话，我这里准备一个简单的看板，这是我们台南市政府他们所做的居家检疫整个程序上，也就是说我们的话针对有一些旅游史。旅游史当然以前的旅游史是慢慢开放，到最后是全部的旅游史的时候，它进到我们国内入场的时候就有一个先筛检完之后的话，它如果没有症状，那就回到他的居住地。当然，如果在居住地，像我们东区目前为止，一直到目前为止，总共累积的居家检疫数超过2000人，超过2000人。然后它现在它整个系统派带下来的时候，就是由各里。尤其是我们的那个李干事，李干事的时候，他是14天，2个礼拜之内人讲切干猛喝今天是打刚刚切干猛喝，就每天早上一定是打个电话跟他讲说，你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异样啊？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是我们的执行的非常的确实啊。像东区来讲的话，我们的电话的访率达成率几100%。当然，在这个访视中间，当然咱无法度每一号拢去，咱靠的是靠电话。当然，在电话里面就会产生几个问题啦。电话，譬如讲，有人因为电话里面咱知影，不是室内电话都用手机，因为需要定位，所以我们才用手机。可是手机的部分因为有信号死角的部分，有当时伊伫洗手间啊、洗身躯啊，或者说阴道的阳台对到有些死角的部分，这个部分是比较麻烦的。可是我们大概是李干事跟我们的那种里长那边，因为跟检察局、派出所都有互相的契合。如果一个电话里面有出现异常，我们李干事不管半夜3更半夜什么时候，一定会到现场去，会同检员都要到现场去看。他先看，当然啦，看的时候有的部分的话是手机没电啊，或者是死角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的话就会给他告诫，甚至给他教导，你的手机该怎么样的使用这个部分。但部分这件事没有说，可是有的。确实，他是离家，比如说他出去买东西啊，防疫，因为这个防疫非常重要。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根据传染病会就防治法里面的特别法规定里面，移送卫生局予以开罚。所以说这个在这个部分的话，在整个居家检疫的安置部分，我们是做得非常的确实的。当然，有的部分的话有一些状况啊，比如说那居家检疫的时候。他有发现症状，感冒或者喉咙痛、新冠肺炎相关的症状，像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就通报卫生局单位里面，他们就会介入去整个去做一个处理。处理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今天来这边的话，跟市民朋友报告，我想说把这个居家检疫整个程序上做一个看板，让大家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说，我们市政府团队里面，我们对居家检疫的执行是非常的确实。以上报告，谢谢。是，那么这个疫情，然后是咱第一届拄到这种的情形，然后有足多人嘛起初搞不清楚啦即嘛安尼经过的半冬大家可能稍微有点了解。那我知影咱台南市有37区嘛其中咧永康区是人口数上济啦所以咱伫这区公所的这个当中伊的业务量应该嘛是上介济，是不是嘛？请区长跟咱来分享一下咱永康区的这个业务。好，多谢主持人永康区来报告咱这个防疫的作为永康区来讲，伫咱台南市占到236000人奖金是人口数上济，所以相当当然以承担的这个民众的需求工作的服务性当然就是会比较沉重一些那其实我想，这个全世界面临到这个新冠肺炎
这都是全世界都是第一次了。啊，所以尤其我们金陵临接中国大陆这么近啊，所以我们面对的不管精神上或是实质上的压力啊，当然相信拢比世界各国哈来得上紧，啊个上压力上大了吼。啊，所以咱咧做这段的时阵，当然从中央一直到市府，一直到我们团队，大家都是秉持的说怎么样来分工。好，因为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说哪一个单位就可以来着手来做的哈。啊，工作这边呢能够承担的就是说依照市府的指示啊，那中央有一些要点啊，市府的指示，那我们就全程来分工。啊，像咱这届咧做防疫，尤其初期的时候，包括度假当初陈局长有讲的哈，这个讯号的接收度不是很妥善性不是那么高的状况之下，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案例会接收到民众的这个。不敢说指责啊，但是他是也会有不满啦。对，今天咱嘛是爱来甲排解啦，吼，尤其是暗时啊时阵，拄开始的时阵，3点半的时阵，也是讲超过8点外的时阵，啊，咱公所咱公务人员无一定有伫的啊，所以咱嘛是甲地方啊、甲派出所、甲警务单位来做一下分工，意思就是讲，如果说晚上8点、10点以后啊，我们接到这样的通知，需要说看是不是确定他离开家里了等等的，那可能警务人员比较方便。那隔天早上。啊，如果没有的话，隔天早上我们再做一些电话访视，或是亲自到场，啊，来做这样的，实际上的来做一些实质上的作为。啊，这段期间，你敢若要咱营空区来讲，我所知影的吼，我所提报，包括民众检举，也是讲，里长来提报的，违规的离开厝内，阮都10外件。所以，伫伫咱这个营空区来讲，吼，12件来讲，我嘛开罚送到卫生局了以后，实质上也开罚了150万。哦，我相信这哈，罚钱啊，不是咱的目的。对啦，希望就是讲，因为这大家拢爱，伫这个大家共同防疫的概念之下，大家拢爱谨慎啦，不要因为哈个人呐一时的图方便啦，就像拄仔讲的，要去7买一个物件，买出来买一碗面啥，但是万一你都要唔知，甚至你家己都唔知，你到底是有带着这个病症无？对，那你造出的时候哈。后面影响所及啊，会非常大。其实讲起来，咱这段时间一直到目前来讲，嘛是爱咱感谢吼，咱所有的市民朋友，咱的乡亲啊，大部分99.9%拢会当配合咱政府、配合公所来做这个防疫啦。目前才有这个成绩，而且我咱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咱各位乡亲。是，那么吼，这届这防疫工作吼，当然大家拢去做认真的啦吼。啊，伫这个纾困的这个方案出来了吼，当然有一寡民众，哇，听着有钱那个领，看见大家拢总去个区公所要来申请啦。但是有当时啊呢，较敢若听着尔，也唔知影讲吼，你的资格有符合啊无吼。啊，佮有的人就是讲你大期的证件资料敢有够啦吼。啊，所以呢，有当时啊吼，变成讲吼去啊无采工啊吼，啊无就是去了啊，佮照顾来做啦吼。啊，我知影讲吼，咱南区家吼，可能是女性啦吼，比较贴心啦吼。啊，就做了一寡吼，这个影片吼，啊，互咱的民众吼，大概了解讲，伫这个申请的过程当中吼，需要准备什么种的资料，或者是讲吼，需要注意什么代志，安尼呢，较唔免讲互因吼，安尼走过来抓，啊，看这个影片了后，知影了后吼，会当做事前的这个准备，因为吼，伊若事前的准备做无好啦，伊走啊侪抓，啊，其实咱区公所的人员嘛，是真样麻烦啦吼，我听讲大家拢做无用的吼，那么一点吼，是不是嘛？请咱南区吼，咱区长跟咱分享一下，你当初吼做这个影片啊，你的动机啊，还有一寡过程，好不好？好，谢谢我们妍姐给我机会哈。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南区的区长蔡秀琴。这打算啊，阮永康区的张兄，甲我的东区的陈兄，这是拢我的前辈。打算因细个的过程拢讲啊足好啊，嘛是共款南区拄一种困难。应该知影，阮当初是一天差不多接200-300通电话啊，无过分啦吼。嘛。百姓嘛会来抗议，讲是安怎？到底是安怎付什么资料？伊嘛会惊吓。结果呢，拄一面之缘啦，拄台南市政府的政风处，伊要拍一个影片，甲社会福利有关系。毋过我有甲伊拜托参详啦。即摆这时阵则无用啊！你拍社会福利可能缓不济急嘛，无法度甲阮斗相共。不如来改成这个防疫影片。阮的防疫影片是4部曲啦。第一部曲就是由我来讲阿琴公告啦。再过来第二部曲就是咱讲的，就是一开始咱居家检疫有补偿金，会申请一天1000块的部分。第二是政府关心咱一寡较弱势的族群，有大咧，直接
补贴进去的那个补助金，一个月1500。上重要的是后壁这个就是大家拢关心的叫纾困。纾困佫分2部分，一款就是拄开始的纾困是有特定的对象，第二这个来是大家上关心就扩大纾困，就是讲你只要符合条件，你会当来咱的区公所办理申请。这鸦片拍开吼，阮就开始播放，没有想到吼，效果袂歹啦。安怎讲呢？阮带去 YouTube 还是讲 FB， 阮都有播放。那个就减轻了很多民众在第一时间就知影讲啊，这物件伊就是无法度请，伊就慢慢减轻这个件数。但是阮是安尼想啦吼，其实纾困这业务是咱各公所的社会科的核心业务。你平常时拄着困难。你买赶快当申请这届甲咱这届的纾困较无共，就是讲，咱这届的纾困是讲用特别预算，不用经过书面审查，而且经过书面审查，拍摄更正一下，先紧张免照很困难的一般程序的个实地啦，大概就是这样子，能够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响应市长讲的，就是公开透明的政策，其中一直要求阮3个。不管阮3个也好，还是37个区公所，伊该做是讲达到市长讲的，做得更好，让民众过得更好。谢谢。是。那么咱知影像东区这部分啦东区咱知影，我过去嘛住在东区遮就是比如讲文教区伫遮啦佫有咱全国较知名这个观光夜市啦病院啦好多我讲的文教区，除了讲小学、中学佫有这个大学啦那么伫这个当中像百货公司嘛伫这个所在因遮的所在呢，最容易聚集一寡人群你像夜市大家去夜市有人家食夜市食小吃那么伫这个当中难免有一寡人员的聚落拢会伫遮聚集因为人有聚集所在的比较容易传播这疫情嘛那么这些当中咱区长家是安怎因应这个疫情？东区是一个文教区啦，它在高中职、国中小的密度里面，它算是城区里面最高，尤其是商业行为嘛是频繁啦，那是大东夜市，然后百货公司在德安百货、梦时代、远东百货公司里面，然后那医院的话在新楼、成大还有成大部分啦，包括那个私立医院。其实在这个几个里面因为几个里面说每个行业，包括医院都受到蛮大的新冠肺炎蛮大的影响，可是，在我们区公所周围里面，我们就以大东夜市举例来讲的话，我们大东夜市的时候，当然我们的第一分局的那个分局长，和我们辖区的东门派出所里面，他非常认真，尤其是我们巡守队，我时常跟我们团队讲，我们就要结合这些民力。人家说，民力是本身就是无穷，我们结合这些民力的时候，然后整个大东夜市的时候，它在营业的期间，我们一定是大力的去宣导。那宣导当然除了这个部分，还是结合。大概业者啦，跟业者讲说你里面的防疫的措施，包括你的量体温啦，包括喷酒精啊，包括这个整个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或者是试吃方面能够尽量的去减少，减少这部分的话但是大东夜市我们大概陆续持续有几个月里面都有陆续在进行像百货公司的话，据我们所了解，尤其是我们区公所也有去百货公司，因为我时常跟同仁讲说，要宣传，应该是有人的地方这样宣传，这样子我们虽然是这些百货公司那么多，当然是造成地方上政府防疫的困扰，可是我们要转换过来，因为这些百货公司的人多，我们要把握机会去整个去做一个宣导。所以说在整个百货公司里面，就以梦时代为例的话他知道他是减少出入口，第一步的做了，他减少出入口，因为便于管制。对了。他把出入口包括包括中华东路跟东华路他出入口本身就是一个减少出入口，因为这样子的话它也便和管制，包括停车场部分也做一个管制的。然后大概出入口的部分的话，当然是现在影像仪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它整个进去的时候，发觉你体温有异常的时候，然后另外再用人工去量体，在耳温枪这个部分是做得蛮确实的。其实我跟百货公司的管理单位有聊过，他们是笑说，
要紧啦，较袂，但是今嘛较少人，所以还可以做得过去啦。所以说这句话也是表示百货公司它的配合度很好，防疫工作很精进，可是相对的表示他们的无奈的地方下滑，有那个地方哦。对，包括新楼医院，包括私立医院里面，他们的话，他们的防疫措施，大概是都是一些一样做，都是减少出入，减少出入，然后在整个处里面的量额温啊、体温的部分都有做，可是他们都有在减少探病的次数，然后甚至一些重症的探病重症者的话，他们也是说整个去禁绝，除非是有必要，才去减少他的探病的次数了。另外部分学校的部分的话，现在这段期间几乎的学校是必要的那些展览行为之外，它几乎不开放来参加啦，所以说我常咧校长讲，经过这段时间，想要大家足久都没见面啦，因为大家都互动上少，就是表示说他们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说他们整个活动上都在少。可是大体来讲的话，东区的话，不管是商业行为或者学校或者夜市或者医院里面所有的防疫措施大家都非常的辛苦，都做得非常的棒，感谢各位。是，那么咱知影一开始咱节目的时候就有讲在这个当中咱伫个区公所家发生很多的故事啊，比如讲咱中央讲卖高兰花嘛会当来申请啦所以一大堆人拢咧卖高兰花啦是讲有的人伊其实伊的身家财产足济结果伊嘛来申请啦这段我在想咱伫区公所家很多啦，有的人嘛因为就辛苦，可是申请不过那么咱是不是请区长来，咱东区区长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吧。我时常跟同仁讲，申请纾困，你今天不用去，因为每一个人对于他需不需要纾困的价值观不同。对啦，所以说同仁里面我们知道说他的条件，不管他的存款，或者是说他的基本条件真的是不符合，可是他要来申请，他认为说他有申请的权利，我们还是要给予尊重的。当然这样子会增加同仁的困扰，包括他座位上的程序。可是的话，整个我们都是整个把它纾困进来的时候，如果没有过了，我们就把它分类。我们的做法是把它分类，分类完之后的话，便于来查询，或者便于我们去宣导，然后从分类里面再把它这个类别里面它到底什么样的态样能够不及格，让我们办理纾困的同仁来知道。所以说我们大概我们的东区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纾困补助案的申请，当然是第一名到底是赢空了这不但是东区我们大概是有超过3000多，3000多，我们到目前为止的审查率也超过大概9%，9%。当然呢，还有一些需要补件的，我们继续在努力当中。是，差不多这不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些时间聊天我跟南区区长这边有稍微聊一下我发现他这边好像很多的小故事行不行吧？现在区长跟他分享一下。谢谢妍姐，再次跟好朋友说一下。其实我在等待的过程中就处理了3件，那比较有趣的是说，其中有一件他已经超过65岁以上的，已经的我们的工作能力，但是他执意要申请，他是这么说啦，因为他也还是一样有在做一点小小的工作维持生活，但是他的孩子并没有跟他同住，这个是有时候迫不得已，可是刚好审查资格不符合啦，所以。我们后来也跟他讲说，还是尽量的善巧方便去在法允许的方面，我们也可以到3天前几天差一点走上那个调解业务啦，因为咱内底有一个基本的种存款，先生唔知影讲太太内底有使欠钱，讲很济钱，佫500-600万，阮嘛唔知，阮拢支支吾吾，唔知要甲这先生怎么讲啦。伊甲我讲，你老实讲啦，袂要紧啦，阮看到底我是虾米原因，无我明明遮困难，想要袂过。只好支支吾吾的跟他说唔通生气这太太欠，他讲欠啦甲你还价你唔通，就是有这个代志啦甚至上兄弟姊妹一个后来带咱请一个尔，哥哥来请，小弟甲阮生气讲，你若无甲我讲，像阮哥哥伊会当先请，我嘛足困难的，我嘛应该去请，我嘛是爱甲伊回去歹势啦
这个规定无法度嘛。但是阮是安尼想啦，阮拄着即马3000几件内底吼，差不多2000几件是通过。千外件是无通过，情形就是可能伊存款伤济，啊是讲伊已经重复申请啦，啊是讲伊的资格根本就无合，啊在这种情形之下，阮也看到有影在检视，伊才是需要到3工，阮嘛会当启动，大主啊讲过纾困的本来是咱政府的核心业务嘛，帮助百姓渡过难关嘛，啊所以我嘛也是尽量会去个检视，到3工，啊这是我拄着较趣味的代志啦。讲吼，这个疫情的这个当中吼，有的翁仔某因为迄个疫情啊离婚的，啊嘛有因为安尼增产报国呀，都有啦，都有。那么我们请永康区区长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好，谢谢主持人哈。其实我想这个扩大急难纾困呢，后面在执行是中央哈，我们国家对我们百姓啊，在这段时间哈，对民众的一个善意啊。那事实上来讲，就像刚东区讲的，其实相信到今天受理为截止，因公库可能会超过7500件。我目前姓名嘛，拢超过95%啊。目前所知影的哈，无符合的可能也超过2500，符合的哈差不多5000安尼。这个物件因为都拄啊，我嘛讲过，这个物件全世界拢拄着，咱国家咧推行这个急难纾困，我想嘛是第一届拄着。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那种乱象真的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就是边做边修改，怎么样来符合我们咱民众的利益，互民众较方便，我感觉讲这是上重要。所以一开始我工作咧做的时阵，我就是感觉讲。全部把我们的能够动员的人力全部投入，所以我下回课包括单岗店，我至少动员30个人，我14个加一个啊，我一个人分3、5里不定，用人口数啦，来累大家共同啊，因为本来讲协办，我讲唔是，恁就是主办，你要甲这个甲6月34日，要甲这个代志办好了，用那的时阵民众。这个责任是让民众能够分流，因为你民众呢，抽税几月一盖两盖也就还照，当然民众的需求，当我们承受到的压力，我们就是刚才东区区长讲的一样，南区区长也一样。其实我们每一个区面对到这个，只是件数的多少，民众的压力或是他的不满也是存在的。那我们就是如何来宣导？那我们的宣导就是说，除了人的分流，业务上的分流等等的，我们希望最快的时间能够达到说能够符合的尽快发。我们政府一开始就在讲是从宽、从速、从简。这3重的话，我们就尽量朝这方面来做。那当然也就是因为说民众一开始我们很早的时候市长就带着我们就来发放了。但是有些资料比较齐全的，我们就能够尽快发。资料不齐全的，咱可能要个查证啦，要个看财税所得等等，可能要3、5天后，阮才有法度入去看。这嘛是希望讲咱的乡亲会当体谅，因为以我公所来讲，咱永康区拄开始第2礼拜时，一天200个人，1000外个人，你想要安怎处理？所以阮头前就是讲尽量受理，然后我们来分案了以后，尽快来审。这点呢，除了一方面，希望咱的乡亲会当体谅利用这个机会，嘛甲咱的乡亲说一下多谢咧。到目前，咱会当来足顺序来做这有关防疫的这些相关的作为啊。我相信为中央甲咱市府，黄市长也带领之下，咱工作大家群策群力啦，有时候公私协力，大家同齐来做，才有今日这个成就。多谢各位。那么我希望这区公所的人员拄着千几个，你伫透早安尼压落去了，开始一直做到伊压起来说，阿妈，就是说大家非常的辛苦啦，今天你嘛感谢咱3位区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咱分享伫这个区公所所发生的一寡这个大大小小的故事。谢谢我们区长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谢谢我是圆圆，谢谢你们，我们下次见。